国之本，一旦开战，必劳民伤财。现如今的大圣，宜和不宜战。切，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他不是早就跟北烈勾结上了？这一人是北烈暗兵，而非西戎黑匪一事，百姓是如何得知？你早就开始怀疑李庸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李庸根本不打算收复火风堡，因为他和北烈有勾结。你们圣国有句话叫“好心当作驴肝肺”，祸水西域，皇帝客死他乡，还不是为了让你李丞相登上大位吗？阿史，你若执意要去，阿姐陪你一起。失去的东西，我们会亲手夺回来。